上帝老贼喝大了，竟跟他的死对头撒旦打了个赌，说无论给约伯降下多大的苦难，约伯都会忠心于他，哪怕是他赖以生存的田地和亲生的儿女。只因约伯是上帝最坚定的信徒，撒旦说他最烦别人吹牛皮了，于是天堂与地狱的赌约就此生效。你说上帝拿自己的信徒做赌注，那这群信徒在他心中到底又算什么呢？按照缔约，恶魔克劳利要摧毁约伯的羊群，但凡是有克劳利的地方，必定会有拉斐尔的出现。Avaunt, foul demon! In the name of the Almighty, I command thee, be gone! No. 原来这次比较特殊，克劳利制造灾祸是有营业许可证的，甚至还得到了上帝的加急特批，所以拉斐尔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羊群被毁灭。紧接着他回到天堂询问缘由，书天使经过美化，说出了上帝赌约的全过程，而大天使加百列更是个马屁精，狂夸赞上帝的行为睿智，然后才轻描淡写的说出对约伯的补偿，如果约伯能给上帝长脸，便双倍补偿他的损失，其中也包括双倍的孩子。 His children? 加百列冷漠的表情，仿佛这一切就像删档存档一样轻松。凡间的克劳利想让约伯谴责上帝，这样就没必要杀他的孩子了。可即便上帝抛弃了他，约伯依旧没有半点责怪上帝的意思，反倒是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是做错了什么才惹得上帝不高兴。为了不让无辜的孩子死掉，拉斐尔希望克劳利可以放过约伯的儿女，但两个不同阵营的小角色又怎么能叫停他们彼此主子的计划呢？克劳利表示只有尽快得出结论，痛苦的记忆才能过去。拉斐尔没有听出对方的言外之意，还让克劳利看在曾经也是天使的份上，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提及往事，瞬间触碰到了克劳利的逆鳞。I long to destroy the blameless children of blameless Job, just as I destroyed his blameless goats. May God forgive you. 听到这种回答，拉斐尔极为伤心。不过让他没想到，院子里竟出现羊的叫声，甚至是从鸟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拉斐尔施法后才看清，约伯的羊群并没有被毁，想必克劳利已被打上心口不一的标签了。见谎言被戳破，克劳利立刻放火要烧死约伯的儿女。不愧是有什么老子就有什么孩子。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呼喊上帝搭救。即便特效如此逼真，拉斐尔还是相信克劳利不会伤害孩子。看来克劳利的纸老虎形象已彻底被拉斐尔拿捏。果真，下一秒地面塌陷，大家都躲进了负一层，只有这样既可以达到考验的效果，又不会得罪他们的主子。正当拉斐尔为自己猜对了得意时，克劳利就将3个孩子变成了爬行的蜥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全他们。Can I be a blue one? Oh, sure. 眼下只需静静的耐心等待。无聊时，克劳利教拉斐尔尝试人类的食物。起初他还很厌烦，但尝试之后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4000年后的今天，很快上帝就派加百列携众天使来验收，作为通过考验的奖励，加百列会赐给约伯更多的羊群以及7个孩子。可约伯妻子只想要回亲手养大的那3个。If my children are dead, then I will curse God and... Whoa! 幸亏克劳利及时出现，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诅咒，并向天使们解释自己是个妇产科医生。没有一位天使认出克劳利就是恶魔，看表情就知道天使们的智商余额不足。紧接着，克劳利在母亲的耳边轻声嘀咕几句，他仿佛就明白了一切。随后，他按照克劳利的指示，从约伯身上扯出3根肋骨，这怎么像刚才拉斐尔狂啃的牛肋骨呢？加百列还不懂装懂的说，凡人生孩子就是这样的。趁大家不注意，拉斐尔将蜥蜴变回成孩子。不知情况的约伯却说出自己的孩子并没有死。妻子马上使眼色，不让丈夫乱说。可这还是引起了傻子。哦，不对，是加百列的怀疑。他要求拉斐尔以上帝的名义保证没有欺骗。为了无辜的苍生和克劳利的善良，拉斐尔第一次说出了谎言。既然恶魔可以善良，那天使就可以说谎。好歹这场赌约是应付过去。之后的4524年里，天使与恶魔分别完成着各自的任务指标。克劳利负责诱惑人类走向堕落，而拉斐尔负责保护人类，防止被克劳利诱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人类的复杂性和美好之处，开始对自己的任务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决定联手保护人类，阻止撒旦毁灭地球的计划。可危机依旧没有解除，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大天使加百列，竟光腚拉碴的在地球上漫步，唯一的遮挡物只有一个普通的纸箱。面对人类异样的目光，加百列不以为然，毕竟在他眼中，地球就是个虚拟世界，而人类只不过是拥有自由意识的感知器官。可这却吓坏了隐藏在凡间的天使拉斐尔。作为先前末日战的始作俑者之一，拉斐尔是真不想见到他。Well,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don't know, that's why I asked.
但惧怕邻里间的碎嘴谈论，他也只能请加百列进入书店。让他更惊讶的是，加百列竟失忆了，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甚至智商都严重缩水，只记得有很可怕的大事要发生。虽然他不知道可怕指的是什么，但他却下意识地来到了书店。拉斐尔希望通过那个纸箱找出点线索，结果它就是个普通的空纸箱。于是他马上给克劳利打电话求助。等克劳利急匆匆地赶来，看到加百列从后面无声地出现，他的表情比刚才拉斐尔还要夸张。What's happened to it? I don't know. Ask him. I have. He doesn't know either. Ask him properly. 克劳利很严肃地让他把加百列送走，随便什么地方越远越好。之前天堂为了甩锅，加百列命人将拉斐尔放到地狱之火上炙烤，幸亏与克劳利互换了身体，才捡回一条小命。虽然拉斐尔被逐出天堂，不再是天使，可他依旧有一颗善良温和的心，他坚决不同意弃之不管。就这样，两个6000年的好友兼恋人又闹掰了。刚走出书店，克劳利越想越气，气体慢慢凝聚，变成白烟，散发出体味。下一秒，他反倒遭雷劈了。难道是他的抛弃引来了上帝的不公？ I thought that man was struck by lightning. 但嫉恶如仇的堕天使才不会管那么多。要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克劳利刚到车上，就出现了大量的苍蝇，原来是撒旦的头马，克劳利的前老板别西卜。他将克劳利带回了地狱。其实别西卜也是听到风声，想打探加百列的下落。他先是给克劳利画大饼，的确老板都擅长画饼。见克劳利死活不上道，他开始恐吓，称但凡是跟此事接触过的人，无论是谁，都要接受最痛苦的惩罚，被生命之书彻底的抹除。即便别西卜换了演员，隔着屏幕我还是能闻到那股怪味，好想递给他一管牙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克劳利一路飞驰电掣地赶回书店。简单施法，十字路口的红灯就变成了绿灯，连恶魔都知道不能闯红灯。拉斐尔明知道是克劳利返了回来，却故意不理他。接下来，克劳利摆出傲娇的强硬态度，嘴上却表达着最柔软的歉意。不过这次拉斐尔依旧没有理他，没办法，他只能拿出自己的招牌绝技。You were right. You were right. I was wrong. You were right. 跳过道歉舞，两人才算重归于好。克劳利也说出将要面临的麻烦，如果加百列的失忆是假的，那他特意隐藏在你我身边，岂不是定时炸弹？为了验证猜想，克劳利会时不时说出曾经的重要台词，从而观察加百列的反应，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既然对方失忆了，克劳利就口述脑补出他曾经的罪行。 I really am sorry.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Jump on that window. 没想到真按照克劳利的指示去跳楼，看他似乎是认真的，克劳利便在最后一刻叫停了他。至此，他也相信加百列是真的失忆，可他也不好好想想，假如加百列是假失忆，他是大天使跳下去会死吗？不过在克劳利的逼问下，加百列想起自己的记忆似乎好像跟火柴盒有关。然而这个火柴盒现在就在天堂。天堂第37阶书天使发现了这个凡间的物品，他将火柴盒交给目前级别最高的2位法座。米迦勒看着眼前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还不想让人看出他露怯，于是就假装明白摆弄几下，便断定加百列的失踪是去了地球。拉斐尔和克劳利为了更好的隐藏，同时对加百列施展了奇迹。两个大聪明相信，这次绝对能躲过天堂与地狱的排查。 No one will have noticed a thing. 殊不知这一刻，天堂突然响起警报，地球仪还浮现出书店的准确位置。看来留给两人的时间不多了。加百列无意间哼唱的旋律引起了拉斐尔的注意，他马上将旋律哼给唱片店老板听。老板不仅知道歌曲的名字，还说出附近有家酒吧会反复放这个曲子。就在拉斐尔想借好友爱车去酒吧时，米迦勒已经带着其他天使赶到了书店门口。如果他们看到加百列就麻烦了。不巧的是，失忆的加百列把自己当成了店员，幸好之前的奇迹起了作用，加百列就在他们眼前，却没人能认出他。于是他们继续向拉斐尔施压要人。尽管拉斐尔紧张得如绷紧的琴弦，随时都有可能断裂，但他还是硬挤出一丝从容的微笑，试图掩盖那汹涌澎湃的不安。可加百列这个老六，一会凑过来推销稀奇古怪的书，一会又贴心的来驱赶苍蝇。Don't I know you? Yes, you do. I'm the assistant bookseller. I opened the door for you. 吓得拉斐尔有的没的说了一堆谎话。米迦勒认为天使不会撒谎，便离开了。殊不知，天使拉斐尔早就被恶魔克劳利给带跑偏了。随后，拉斐尔向好友借车，准备去找播放这首曲子的酒吧，希望能找出加百列失忆的线索。要知道，在第1季中，克劳利的宾利车爆炸，他都心疼的跪地亲吻宾利的车钥匙。现如今借他的车，不就相当于要他的命吗？ What car? Our car. We don't have a car. Of course we do. Isn't she a beauty? You can't drive my Bentley. No, I can. I have a license.
没想到为了能开他的车，从90年代起拉斐尔就考了驾照，想必是早就蓄谋已久。没办法，克劳利只能把爱车借给对方，眼睁睁地看着拉斐尔在街上横冲直撞，而他还要在家带娃照顾加百列，他的表情像极了怨妇。于是在拉斐尔驾驶的过程中不断的找茬，先是嫌弃拉斐尔的车速太慢，一个劲儿的催促踩油门，就连吃他车上的糖果都会小气的唠叨个没完。听到爱车的喇叭声音不对，才意识到拉斐尔改动了他的宾利，这下激起了克劳利的强烈不满，命令改回车身颜色，否则他就在家卖掉拉斐尔的古董书籍。之后他远程操控汽车加速才舒心，真是相爱相杀的天生一对啊！当拉斐尔赶到酒吧，听到相同的曲子，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随便编造理由骗过老板，拿出加百列的画像让对方辨认。结果老板还真有印象，他认为加百列是共济会成员，经常和另一个身穿西装的人来这里会谈。回去路过墓地，拉斐尔看到了加百列的雕像，此刻他更确定加百列来过这里。眼下只要找出会谈的另一人，就能知道加百列为什么会失忆，即将要发生的可怕事件到底又是什么。挂断电话，加百列似乎是得到了某种感应，突然开始上劲儿，莫名其妙的说胡话。In common tempest, in darkness, in great storms, and the dead will leave their graves and walk the earth once more, and there will be great lamentations. Go on. 随着一哆嗦，加百列又变得痴痴呆呆的。拉斐尔担心他的书连夜往回赶，却忘了自己仅是个1天驾龄的小白。途中遇见女人搭顺风车，拉斐尔并没有理会，但画面就像反复播放一般，那个女人又以同样的姿态出现。这次拉斐尔依旧没有理会，就在他懵逼时，女人竟直接挡在车前找死，还好没有出人命，否则拉斐尔必会内疚。女人没有废话，直接上车和他闲聊。原来他是地狱公爵沙克斯，他是拥护地狱和天堂开战的活跃分子，也是他接替了克劳利的职务。沙克斯用肯定的口气说，加百列就在书店，是克劳利和他给藏起来的。见拉斐尔一直装糊涂，临走前沙克斯故意说出他知道克劳利与拉斐尔超出友谊的关系，其实连当事人也不知道。早在2战时期，地狱就开始注意他们非友谊的恋情了。拉斐尔像往常一样替天堂办事，将假情报提供给纳粹间谍。原定计划是安排英国特工螳螂捕蝉，但他不知道螳螂的背后还隐藏着黄雀。英国特工临阵倒戈，就这样一手好牌打得稀碎，千钧一发之际，克劳利跳着赵四儿的舞步赶到教堂。跳舞是因为恶魔闯入圣地很烫脚。Oh, it's like being a bit too perfect.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Stopping you getting into trouble. 为了救出天使，不暴露身份，他事先改变了德军轰炸机的行动路线，教堂很快就会被夷为平地。事后还不忘绅士地替拉斐尔拿回珍藏的书籍，这些小细节彻底瓦解了拉斐尔的主观意识，为两人后续的恋情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似乎是地狱的盒饭不合胃口，当时纳粹间谍并没有马上死透，后来进入地狱报道。他们对登记员透露天使与恶魔的特殊关系，登记员顿时眼前一亮。本来他就对乏味枯燥的登记工作厌烦，如今升职加薪的业绩不就自己送上门了吗？他准备再给纳粹间谍一次机会，特批他们回到阳间，调查天使与恶魔私通的罪证，并且给他们一个法力屏蔽器，可以阻断恶魔或天使3个小时的法力。教堂的废墟里，几个小孩在搜寻物资，正当其中一人拉转怀表时，纳粹间谍竟在这个时候复活了，吓得孩子们撒腿就跑。醒过来的间谍都觉得很饿，于是眼前的流浪汉变成了他们重生的第一队。吃饱喝足，他们准备开始办正事。戏院里，拉斐尔闲得没事给人类变魔术。其实魔术也很简单，拉斐尔挑选台下的幸运观众向自己开枪，然后凭借法术用嘴接住子弹。见到克劳利上台，间谍果断呼叫登记员，他赶来的同时给屏蔽器打了孔，瞬间拉斐尔的魔术就不灵了。不管如何尝试都没有变出鸽子，克劳利帮忙却发现法术也失效，没办法，他只能熟记魔术的流程要领，毕竟枪口的对面可是挚友兼爱人。为了缓解尴尬，拉斐尔提前了压轴魔术。临开始前，克劳利才想起自己从来没碰过枪械。I'll just squeeze that bit out. Did you fight the gun before? No, I'm sorry. 事关自己的小命，拉斐尔心惊胆战，而克劳利表面冷静，其实内心也是惊涛骇浪。看戏的登记员已经坐等地狱和天堂开战，幸好克劳利人生的第一枪没有打中，然后拉斐尔吐出事先准备的子弹，魔术演出就这样草草的收场。可来自地狱的威胁并没有结束，人证物证俱在，登记员一副盛气凌人胜利者的模样。可由于职务级别的问题，克劳利狠狠地羞辱了他，真可谓是杀人诛心呀！登记员气急败坏，就要回地狱打小报告，走前却没有兑现承诺，赐予纳粹间谍正常身躯。 You're free to go. Ta-ra. You can't believe we said this. You need to make us into living humans. Oh no, Clause 17. Unrevocable eternal life on Earth.
As always, granted. 原来地球的首批丧尸是这么诞生的。然而回到地狱的登记员并没有升职加薪，不知是什么时候，他拍下的罪证照片竟被拉斐尔给调爆了。地狱使者都不相信恶魔会与天使相好，唯独富有野心的沙克斯愿意相信他的控诉。于是，在加百列失踪事件爆发后，他主动找到大公爵别西卜请求出战，甚至在最短的时间里组建了恶魔大军，想借此名义攻打拉斐尔的书店，挑起天堂与地狱的战争，顺便抓住加百列，在他的主子撒旦那里邀功。We are going to Earth, to London, to storm a bushel. 夜晚大街空无一人，大量恶魔突然闯入地球，难道是在拍摄群尸王过界吗？书店内部正举行 LGBT 的社交聚会，拉斐尔更是玩嗨了，明知威胁向他逼近却满不在乎，因为他自信的觉得书店就好比天堂驻地球的大使馆，这些小场面完全可以掌握。I think you're overestimating how much trouble we're actually in. 结果下一秒就啪啪的打脸。如果60秒内不交出加百列，沙克斯便会毫不顾忌的赶尽杀绝。得知对方的来意，加百列便要牺牲自己换大家安全。失忆的加百列的确与以往不太一样，不过他还没搞清形势。之前他的气息被奇迹隐藏，就算他亲爹来了也不一定能认出他。果真逗逼的加百列被认成冒牌货。无奈克劳利说了一大堆地狱的规定，唬得沙克斯一愣一愣的。最后他同意先让屋内的人类撤离。I just made up a rule that too stupid to check. I'm getting the humans out of here. Coming back, I won't leave you on your own. 送走人类后，他猛然发现角落有个小天使在吃瓜。讽刺的是，恶魔克劳利竟去找天使报警。面对这种局面，小天使也不敢管。见他吞吞吐吐，克劳利便改口说是逮捕自己。等到了天堂，克劳利就不认账，吵吵着要去档案库。虽然小天使脑子不好使，却看出克劳利这身衣服是个显眼包。往往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米迦勒与克劳利擦肩而过，竟没有半点怀疑。其实克劳利潜入档案馆，就是想看加百列为什么会失忆，到底是谁抹除了他的记忆。可小天使级别不够，不能越级观看大天使的档案，于是克劳利只好亲自出手，毕竟他从前也是个天使。 How did you do that? I haven't always been a demon, and they never changed their passwords. 随着档案打开，克劳利也被惊掉下了。众天堂全票赞同与地狱再次开战，地点依旧是在地球，但大天使加百列却极力反对。第一季中，加百列明明也是主张开战的，现在又为什么会不同意呢？没办法，其他天使请来上帝的代言人，结果他也是个好战分子，并且他将加百列降为最低的38阶小天使，甚至还要抹去他的记忆。听到这些，加百列突然想尿尿，等他再次出现，便一丝不挂的拿着个纸箱。之前他去找拉斐尔就是穿的这身行头，不过克劳利却看到加百列临走前在纸箱底部写下了一行字，还掉了一个火柴盒。克劳利很好奇他究竟写了什么。很快米迦勒失去耐心，要利用生命之书远程抹去加百列的记忆，却发现先一步被人抹除了，加百列也失踪了。 I think we've struck gold. 而地球这边，恶魔已经开始踏入书店。拉斐尔果断开启法阵，警告对方。前面的恶魔胆怯了，要当逃兵，没想到被沙克斯嫌弃的一招给秒了，退路被切断，只能硬着头皮前进。但凡是进入法阵的人都无一例外的被致敬，头上特大号的吸尘器逐一榨干他们黢黑的灵魂。不过恶魔也不会就这么简单，其实前面送人头的是佯攻，真正的目的是从后包抄。不巧的是后面没有事先布置法阵，危机时刻只能用书充当武器，这可把拉斐尔心疼坏了。要知道这些书可是他的宝贝，很多都是原作者的手抄版。气急了的拉斐尔准备放大招，势必要团灭所有恶魔，慢慢取出自己的天使光环扔向楼下。天堂与地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天使一旦使用光环，就意味着天堂向地狱正式宣战。 I may have just started a war. 在天堂的克劳利也听到号角被吹响，此刻他的处境有些不乐观呀。紧接着，天堂与地狱的高层齐聚。当得知开战只是个乌龙，天堂与地狱都失望透顶。克劳利想起纸箱底部的那行字，上面写着“我在苍蝇里”。难道是加百列的记忆在苍蝇里吗？就连加百列自己也懵逼。而唯一能操控苍蝇的只有地狱大公爵别西卜，他又和加百列有什么关系？地狱大公爵别西卜将一只苍蝇交接给了大天使加百列，而这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为什么会有私下接触呢？结果苍蝇加百列将它缓缓向眼睛靠近，当苍蝇钻入眼球的那一刻，他的所有记忆将会复原，困扰天堂和地狱的谜团也将会揭开面纱。原来第一季末日之战后，加百列与别西卜是想极力阻止大战的。 No, Armageddon. An interesting proposal. Keep the status quo, static, and, Chloe. No one could ever know. Of course.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们频繁在酒吧会面，两个极端的首脑也逐渐产生了默契。别西卜特意为对方换掉用了6000年的容貌，长时间的接触，加百列也学会了说脏话，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彼此相互的情感竟悄悄的不断升温。不知不觉，加百列会考虑对方的感受。施法反复播放别西卜喜欢的曲目，似乎是意识到禁忌之恋不会有结果，别西卜便把宠物苍蝇送给对方。关键时刻，他可以充当容器，真是爱屋及乌。加百列没觉得恶心，反倒装进火柴盒好好保管，这也象征着两人的定情信物吧。因为反对战争，加百列不仅被上帝代言人降级，还要抹去他的记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先一步把自己的记忆存储到苍蝇里，阴差阳错之下，他才会光腚拉叉的去求助拉斐尔。如今经历了这么多，他终于鼓足勇气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与别西卜在一起，哪怕不再是天使，做普通人类。恰好别西卜的想法与他一致。妈呀，双向奔赴的爱情居然可以这么甜！ You traitor! Good heavens. I just found something that mattered more to me than choosing sides. 瞬间让拉斐尔意识到渴望天堂与地狱对立的真正爱情，而自己只是缺少了一丝勇敢。其余人因对方拐走自己领导吵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争吵是纠结不知该将这对狗男女交给那边的主子邀功，毕竟涉及到谁会是未来的接班人。就在这时，一位不起眼的小老头进入书店，打断他们插话提问。此时谁还会理睬一个没用的老人呢？老人却温和地询问大家，就没有人认识我吗？最后还是克劳利想起在哪见过他。Last time I saw you, you were a big floating giant headline. 他就是上帝的传话人梅塔特隆，太讽刺了！在场好几个大天使，最后竟是恶魔说出了他们主子的身份。梅塔特隆赶走了所有人，并且要与拉斐尔出去单独聊聊。临出门前还恶毒地瞪了克劳利一眼，难道只是单纯对恶魔的仇视吗？不过克劳利却满不在乎。他们前脚刚出去，克劳利就将书店恢复原貌，寓意着未来依旧自由的生活。其实上帝早就料到加百列会罢工，出乎意料的是，他心目中的人选竟是拉斐尔。为了能让对方同意，老头开始画大饼。可笑的是，拉斐尔竟相信自己能改变天堂，他也不好好想想，加百列不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等拉斐尔将自己的决定通知克劳利，却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对。其实拉斐尔想通过天堂改革，实现克劳利重回天堂的完美计划。他认为一切爱情都需要在上帝的指引庇护下进行，而克劳利早对天堂和地狱的做事风格失望透了，他只想过上老夫老妻的闲散生活。I mean, if Gabriel and Beelzebub can do it, go off together, then we can. We don't need heaven, we don't need hell, they're toxic. We need to get away from them, just be an us. You and me, what do you say? Come with me. To heaven, you can't leave this book. Nothing lasts forever. No, that's what it does. 6000年来，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第一次产生分歧。临走前，克劳利不舍得来了一个世纪之吻。然而，这个重要时刻并不是幸福的结局，至少暂时不是。尽管他们彼此大胆地坦诚了自己的情感，依旧避免不了分别的结局。拉斐尔成功接替加百列的职务，克劳利不得不可怜地离开，住在自己的宾利车里，带着全部家当浪迹天涯。虽然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彼此之间的感情依然深厚。他们的分离也为故事的发展留下了悬念，让观众对他们未来的命运充满期待。Yes, you mentioned that. We call it the second coming.